继续来看南投信义乡的莲雾开始来出产了。半个月前，因为小连续来落大雨，这个莲雾有裂果水伤的状况。议员甲代表会主席专工去了解到状况，加在无算严重，嘛请大家会当对信义乡的高山莲雾多多来捧场。 因为农民的用心，信义乡的莲雾最近开始出产。半个月之前，因为连续大雨，有超过一半的莲雾拢受到水伤裂果。议员王秋秀，还有信义乡民代表会主席邱瑞英专门前往了解。气候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不会裂果啦。这里雨水如果太多也是会裂。下午嘛，就是才8号啊。 就会更裂果，就会更多了。信义乡的青菜水果，因为温度会差真济，口感拢特别好。高山莲雾同款拢真好食，口感嘛真甜真脆，受到市场各有消费者的喜意。8月份会开始大出，希望民众会使来买来支持农民。这里的品质绝对比外面的好，吃起来口感比较脆，水分多。你吃到你一定会爱上它，因为它有它是不只说它的莲雾很脆，而且它也很多汁，它也很爽口，非常好吃。高龙真感谢信义乡农会辅导和斗3工，才会当让莲雾伫信义乡的成果愈来愈好。有兴趣的民众嘛，当来试食看卖，了解高山莲雾的好滋味。